来看伫高雄的新兴区，有袂少八大行业，而且半暝常在出现汽车的噪音，互在地民众是感觉真困扰。高雄警方甲环保局联合稽查，伫1点钟内，甲500多台车做临检，因发现噪音是因为业者要替人客停车的时阵，油门吹了伤大力引起的。 汽车驶过街路出现真大声的声音，对暗时10点外一直到透早，严重影响附近民众的生活。啊，因为我有2个小孩，然后那个时间点，他们都在睡觉，他们都这样子唰接啊。对啊，所以还真的，every day。不是不好睡，是真的，一听就很痛苦的，是因为它那个杂声太大了。 高雄市新城区有袂少酒店、夜店，伫咧附近的路段常常出现汽车的噪音，互民众非常的困扰。有人卡去110，也是市府1999的专线，拢无法度得到改善，质疑市府无咧管。因此，高雄市警方和环保局选定2位检举案较侪路口执行联合稽查。29号暗时，总共查到疑似改装，也是发出噪音的车辆528台。 发现大多数噪音的来源是夜店替人客停车时阵发出来的声音。15辆疑似改装发出噪音之车辆，后续将依噪音管制法通知道检。如逾期未到检或检验未符合噪音管制标准者，将依噪音管制法处罚款新台币1800元至3600元，并限期改善，至改善完成为止。 针对改装的车辆，环保局开出复检单予车主，若是无照规定检查，也是检查无合格，会按照噪音管制法开罚单，而且要限期改善。同时，警方嘛通知业者，袂当影响到社区的安宁。记者李炫、陈彦坤高雄报道。